观众朋友早早，欢迎收看《公视第几台1月7号早起新闻》，我是朱永晓。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桃园机场感染事件扩大，已经有3条线是清洁员、客停车的运将，佮有保全，不过还未查到这3案的关联性。这个 Omicron 当日拖入去社区，电警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也下令讲，连续2天都要替所有机场的人员来做体检。 桃园机场感染事件扩大，指挥中心伫机场设赛采检站，初八暗7点到12点，也有初高早起8点到暗时8点，为9000位桃机的人员采检。机场的总经理段昭碧也伫初八暗接受体检。还好啊，还好，只是很痛而已。桃园机场感染事件到初八已经有14例，其中有2位是或者游客伫咧塞行李的塞车。 大家伫咧关心是毋是由塞车传播病毒？机场有保全讲，疫情期间因拢袂去吸游客因为塞车，清洁人员要随时消毒。前前指挥所讲，目前机场确诊有3条线，清洁人员、计程车司机加保全，不过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阁无清楚，会扩大筛检，查出更加侪确诊的个案。 为了防止说我们还有其他隐藏的这个个案，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要扩大的筛检，总数估计大概是在8、9千人左右。前前指挥所讲，包括进前交通车姓名管理、人员休困室无通风的问题，会积极改善。台湾护理队也派24人分做5路，伫桃园机场查核防疫的流程。因若电子媒体伫咧采访的时阵，莫有无包塑胶袋啊，也互指挥官陈时中提醒爱注意。 以免成做防疫的冷棒。另外，也禁止直接采访入境的旅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继续关心疫情，昨是增加42例境外，本土的2例有关是牵连到桃园机场的群聚案，是一位女保全甲1名防疫客停车的司机，因2个人拢做过3档的疫苗，却有关是感染。因那这个机场的群聚案也已经有14个人确诊啊。另外，指挥中心伫昨暗也发布一个信息。 讲伫台北佮验出一个阳性的个案，这是一位防疫客停车的司机。桃园机场群聚事件佮扩大，指挥中心初八公布2例本土个案，拢甲这关系。1741例是本国籍50外岁女性，是机场保全。1月7号发病，初7采检，初8确诊。有脑无爽快、流鼻水等症状，是17371例机场保全相关感染，也已经确认接触者7个人。 看起来在1月4号的时候就有相关的一些症状，好，那至于他的基因定序，那可能要再查清楚。1745例是本国籍50外岁男性，防疫客停车司机。1月初7采检，初8确诊，无症状，已经确认接触者5人，拢伫伫厝隔离。指挥中心指出，1744甲1745拢注3剂疫苗，其中1744例佫较是注3剂莫德纳，有案做着突破性感染。 17415是在12月5号打了第3剂的莫德纳，17414他打的莫德纳，因为是在12月29号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效果可能比较不佳。桃园机场调配已经是14个人确诊，不过指挥中心陈时中认为，甲过去来讲，这摆确诊个案会当公布亲密家庭是一个好现象。继续对确诊个案扩大对象循环性采检发现，防疫车队首先确诊的司机17240例，经过实地比对，甲机场清洁人员毋是共一个感染源，和境外个案感染的可能性悬。 目前来讲，就是跟12月26号带过入境的确诊的个案，是相符。它整体的，全系列虚因它只差了1个位点。面对桃园机场感染扩大，农历春节进程敢有可能提升全国防疫经济？但市长强调，审时度势，做出判断。不过比起去年5月，这摆的大环境好一点啊，疫苗注射率提升，病院量能也提前准备，除非疫情大变化，若无未做变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蔡雄新做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，先看自由时报。昨行政院决定讲，1922医药疫苗的平台搁要重新开放啊，日期也未确定。另外，会当查注疫苗资讯的地图网站，也会搁加强防止搁出现脱条的问题。来看中国时报，原料起价万行业对咧起价，高饼工会调查讲，牛肉过即届牛肉过年了后，
会用到较侪 cream 的棒，拢有可能会起5块到10块。落尾是联合报，主计总处进前公布去年11月份的失业率是3.66%，这也是21年来工时期上低，不过劳动参与率嘛是3年来上低。其中，伫咧20岁到24岁的少年人，失业率就冲到12.19%，这是整体失业率的3倍以上。所以来带你来关心，今仔日有2个选区当咧举行投票，一个是伫咧台北中正万华区的立委林昌泽的罢免投票案，另外一个是台中第2选区立委的补选投票。伫中期选区遮，即届有5个候选人投入选战，这选情会当讲是真热。每一个投开票所拢有加派警员。咱即马就请记者带你来关心现场投票的状况。是主播，即马记者人就伫咧这个朝天宫，这个所在呢是即届选举人数上介多的投开票所，有1833个选举人。那即马你当看到讲，已经有真侪人陆陆续续来宫的遮准备要来登票。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拢会要求每一个选民拢着爱挂嘴暗，而且因会伫咧护我勘察即个选举人的身份，也会替因喷酒精、泵体温。也要朝观众朋友到阵来关心即届立委补选的候选人，除了林静怡甲颜宽宏以外，也阁有这1号张景春，伊是台湾股票党的代表，伊强调讲，家己是自细汉就伫咧台中出世大汉，准若讲当选，伊伫政见内底有写着，伊希望讲会使杀真侪法条。伊也参问林静怡甲颜宽宏共款拢主张海线铁路高架的上规划。再来2号的林金莲，相信大家拢无讲介气愤。伊虽然讲是无党籍，毋过长期以来伫咧捍卫土地政绩，伊也出真侪力。因为伊本身就是前黎明幼稚园的园长，即届参选是第2届来选啦。那第3号的候选人李成汉共款是无党籍，不过是即届呢上届少年，也是头一摆参选的代表。伊是代表讲1986年少年人的心声，准若当选，伊希望讲会当主张立法院刷到台中，伊也提出空港整体性的建设。过来就是大家拢知影的林静怡4号。伊主张家己是温柔坚定，而且要杀10大良方，希望会当改变整个台中的发展。对交通、空气污染、区域发展，也有在地文化要杀艺文观光，拢真注心。也有长期照顾这部分和幼儿托婴的资源等等，伊希望未来阵若当选也会当杀好到位。第5号的颜宽宏是国民党的代表，伊希望画出讲咱来厝、咱来国，计强杀出17项的政见，包括讲海线铁路高架的上规划，过来是要争取台中捷运的延伸线等等。这届确定的选举人数计共有295900多人，大家上界关心也是被外界看做胜选的关键，就是山落，因为这区呢有73700多人。顶一回罢免陈柏惟这案呢，计共投出51%的投票率，这届会当投出偌济投票率，也是说落来，咱会使继续关心的重点。先把时间镜头转登去给主播。好，感谢记者，咱刷落来继续来关心这个台北市第5选区立委林昌泽罢免案这边。伫咧透早8点，林昌泽也到台北市中正区的文北里的李明活动中心来投票。伊完成了后，嘛接受媒体访问。现场上新的状况，咱也请记者报互您知。记者今摆伫咧台北市中正区文北里的李明活动场所遮。伫8点，早时8点的时阵，立法委员林昌泽嘛伫遮投票，伊嘛有接受媒体的访问，咱来看伊安怎讲。我们已经努力到最后一刻了嘛，所以其实今天就是一个很踏实的心情。那其实也抱持着非常感激的心情啦，因为其实这几个礼拜以来，真的是非常多我们的乡亲站出来帮忙，除了踏实，也是觉得蛮感激的，蛮感动的。只是想说早一点先来投票，那可以回家陪小孩嘛。那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好好的陪小孩了，对。
是立法委员林昌祖是表示讲吼，伊对即摆选战已经是真拍拼嘛，真感谢讲民众一路行来收听吼。立法委员林昌祖的部分，伊除了是立法委员以外，伊也是闪电乐团的主唱。伊伫2015年时阵来成立时代力量，今年是以时代力量党员的身份来当选台北市第5选区，又就是中正艋舺地区的区域立委。但是伊伫2019年时阵离开时代力量，今年是继续以无党的身份来继续连任立法委员。伫现场投票状况部分，因为 COVID-19 疫情的关系，也是有淡薄限制，包括是爱喷酒精、挂嘴安、放体温等等。爱注意的是，体温是超过37.5度的民众吼，嘛是会使投票，啊，毋过是会引导到专用的路线去投票。投票了后，这路线所有物件嘛，拢会清洁过一摆来保障民众安全。爱较注意的部分是讲，伫投票部分，但是讲。伫比对身份的时阵，选务人员可能会要求民众爱暂时甲喙安摕落来，来比对相片甲身份的部分，这是爱较注意的部分。伫投票门槛的部分，咱来看这张图表。立法委员林昌祖罢免案的门槛，根据台北市选委会统计，即摆投票权人计共有23.500多人左右。门槛是爱达到同意票达到总数1/4以上，也就是58,756票以上。而且同意票是爱坐过无同意票，这个罢免案才算成功通过。投票时间的部分是为早时8点开始到下晡4点。所以来开票投票状况安怎？公司台记台会继续来掌握。以上是来自现场上新的状况，即马个时间镜头交到记号连影平。好，感谢记者上新的消息。咱个继续来关心在地疫情消息。桃园庄的本土病例是桃园机场的保全。另外，市府也公布讲，进前确诊的另外一位女保全，伊的活动行踪，伊有去过早顿店啊，佮有机场捷运等等的所在。市府也加设临时的体检站。呼吁去过这寡所在民众，要注意身体状况，若有问题也会当去采检。消毒车沿中立区3公路来消毒，因为确诊者案例137页，机场的女保全捌在初2甲初3来过这间铁门酒内早餐店食早顿。另外，伊在初1到初5期间也坐过机场捷运，也捌出入大园区的 A17站也展开消毒。如果你曾经有出入相关的场所，在足迹重叠次日起14天进行自我健康监测。桃园市北国城增加一个本土的确诊案例17414，也是桃园机场的女保全。桃园市政府下晡举行记者会呼吁，若民众去过确诊者去过所在，也受其他问题，请主动到检查站来采检。市府会增设临时的采检站。另外，因应疫情欠悬，市府也宣布便医这机构停止来探病。医院、长照、安养、精神照护等机构，从1月8号到1月21号呢是停止探视的。另外，对金松管委会市长陈文灿下令专案来办理，即阵790位成员加出来的人已经完成头一摆采检，续来继续对隔离者加自主健康管理者展开第2摆采检加第3摆采检，有结果拢会对外来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昨日另外一个本土是防疫客停车的司机。即马新北的卫生局也证实讲，这个司机伊是住伫咧新店，毋过已经做过3档的疫苗啊，嘛是有源感染。伊最近有去过宜兰罗东的超市，佮有台北的网家便利店。中央也表示讲，这个确诊者的 CT 值有较悬，这也就是讲对社区的影响嘛较低。毋过这感染源到底是对倒位来的，这嘛该调查。新北市一个防疫计程车的司机被判定阳性确诊个案。早起防疫的应变会议结束了后，新北市长侯友宜表情有一寡震动，表示一个防疫计程车司机住伫新北，采检阳性确诊。疫情指挥中心下晡召开记者会，甲这司机证实了做确诊个案的7因哦。CT 值它是31，过了24小时再2采，它34.8。好，所以虽然这个它是我们的一个确定的病例，那不过基本上对于社区的影响比较小。那车队还是会循环的这样子做相关的 PCR。这50多岁男性确诊者住伫新北市新店，已经做完3档的疫苗啊。捌伫12月初10甲12月24再过确诊的个案，1月初4采检是阴性，经过扩大采检了后，1月初7 2摆采出阳性，24小时了后再过采检，相关也是验出阳性确诊。毋过住到店内5个出来的人甲亲戚朋友初步采检拢是阴性。另外，详细感染源也搁再来调查。
超市内底赶紧来消毒，因为确诊者不在1月7日下晡来过期来去后悔超市的劳动店。业者表示，已经马上要求停止营业，全店大消毒。另外，1月7日晚暗时10点，确诊者去过台北市艋舺 7-11新乐新店。另外，疫情传到新北，校友仪车北也到防疫旅馆去稽查，讲一定要守掉防疫旅馆这道防线，防堵疫情一直摊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Omicron 即嘛威胁到咱台湾的疫情，本土疫情是变更较严重。指挥中心就宣布讲，第3档的疫苗和第2档62个礼拜就会当做，下注嘅民众有760万人。台北市的医药平台昨才开放15分钟尔，只剩着有2万人来抢买医药，系统也塌掉咧。市府也已经赶紧增加注射名额，明仔载会当过来医药。指挥中心初7宣布第3期疫苗缩短人的时间是12礼拜，虽出现真济预约，毋但是诊所询问电话增加。台北市预约平台早起9点开放15分钟内，就有超过2万人预约，系统一度故障。北市府也加量，预计后礼拜有10万剂会当出，初10也有后一波预约。我们台北市还是后来2线处理，我们现在大概 maximum 嘛，下个礼拜会打10万嘛。对。我们下礼拜可以打10万，但是我还要留一些量能，你知道吗？还是要去先处理。医院旅馆跟机场都要先处理。目前符合注第3期的人数增加到760万多人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伫早起召开扩大防疫会议，指示行政院秘书长李明言调集相关部会讨论和更新1922中央预约系统的设计，伫必要时阵会当重新上线。想请问最快何时会重启？今天下午我们会讨论。桃园机场军事案扩大，府院农神经病案，总统蔡英文下昼特别视察指挥中心，请民众毋免惊吓未来，也要严格执行春节防疫专案，更加呼吁大家赶紧注第3剂疫苗。我要请大家做好防疫措施，也尽快的接种疫苗，一起来提升我们台湾的群体的免疫力，共度我们这个疫情的挑战啊。蔡总统也强调，无论是机场清洁员，还是防疫客运车司机，拢是伫第一线替大家承担着病风险。各界应该关心甲鼓励，无应该讲因是防疫的空旁。感谢所有防疫人员的付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过来，咱来看南美洲秘鲁一个，伫台湾时间初7暗时发生规模5.6个地震，造成9个人受伤，民众是系死命逃生。加在目前是无传出有人死亡的消息。地震发生的时阵，秘鲁当地拄好是天特别光的透早。当日报早起新闻的主播，有的是强做定睛，有的是向光走出去。同一个时间，整治大路的监视器除了翕到民众伫惊吓中走出去处罚，伫大路议论纷纷，也会当看到海港真大力路顶突然花旗的状况。天光了后，军警消防单位出动人力巡视各地受灾状况。这摆阵容位伫首都利马东北方19公里，虽然深度达到116公里，无算浅层地震，所以灾害并无严重。不过有关和民众拍着惊。位伫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秘鲁，平均一年会有至少400版的有感地震。另外，位伫南美洲东岸的巴西，为跨年到这礼拜连续传出水患灾害，显示东南边的巴西亚至少20人伫水灾中死亡。这礼拜是伫东北边属于亚马逊河流域的马拉尼昂大雨成灾，画面会当看到水深大约是半层楼的悬度。居民只会当想办法将会当搬的物件刷到还未淹水的所在。Aí foi segunda-feira a água chegou. Aí botamos aqui, foi pelejando, e água levando, e nós lutando, aí estendi tudo por ali assim, ó. 同款大雨成灾，也有美国西岸的华盛顿州，为空中看属于路易斯郡的小镇奇哈利斯，会当讲是规个浸伫水中，看袂到农场的界线甲道路。外电报道指出，太平洋岸的美国西北地区最近大势甲雨势不断，受先影响的华盛顿州，反观美国北部往新英格兰的 I-90号公路，甲冲冠西岸往加州的 I-5号公路，两条要道被迫关起来。较早往北边的西雅图地区，华盛顿州立大学宣布1月7日停课2天。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。镜头转来台湾，咱来看在地上大条。昨伫高雄警方咧临检的时阵，有一台拖板车毋能配合，佮想要弄警察，车驶咧就做伊走。
警方是一路约8公里了后，才甲这个人抓到。规个过程，警方阁开4枪。不过，这个运将无啉酒赛车，是安怎要走去呢？好亲像就是因为伊车顶超磅，无想要食罚单，才会唔配合逃走。这面头前一台沙石车前进绿大路西拐，看到后壁有一台黑色轿车对调咧，所来新州警察落车牙请来警示，不过沙石车的司机就是无爱配合，也想要去弄警察。着急之下，警方只好对车顶开2枪。你竟然用你公权力咧对付百姓，你安尼讲对？支援的警方来到现场，司机才就范，不过情绪真激动。事发在车边早起10点半，高雄公山分局一平路边的闸车检查，警方讲这台沙石车开入燕州交流道，唔拿负责检查，也开车逼向警察。警方连开2枪了后，对方无停车，也驶向高速公路逃走。警方一路追8公里，结果对车辆开2枪了后，最后才把人抓起来。依照我们看到他的过磅单应该是超载，超载。那为了避免受到开单，全案将依拒检、超速、超载、渗漏以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。经过酒测，司机无啉烧酒开车，不过超载超速这违规行为，向依法来举发。警方因涉嫌妨害公务罪嫌，向移送侦办。另外，公山分局统计，大型车的交通事故，下来110年发生377件，甲109年比较增加51件。警方提醒，大型车的司机不应该超速超载，以防遗憾的代志来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提醒观众朋友，今日甲昨的天气差不多。北部甲东北部天气较寒，其他地区拢是透早甲阴暗会较凉冷。北部甲东部会落短暂雨，伫中南部的山区也会落雨，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份好天。另外，着要注意讲，伫拜二会有一个冷气团要来，按算的一路影响到拜六，部分的地区有可能出现8度、9度的低温。即马着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气象资料。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朱永桥。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